歡迎收睇迪士尼情報。今次條片可以一次睇晒迪士尼4月最新春日活動同埋會員最新優惠，記得快啲訂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翻嚟我呢個 channel。今次同大家分享迪士尼4月份嘅最新情報。Duffy and Friends 主題嘅春日活動喺3月20號就正式展開。今次就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詳細資料，仲有其他活動花絮。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嘅。Duffy 與好友同盟遊喺3月20號正式展開，將會去到6月7號，成為迪士尼今年春季活動，亦都係香港迪士尼樂園20週年慶典嘅壓軸活動。所以喺美國小鎮大街今年見唔到春季裝飾，反而就見得返20週年嘅裝飾。喺樂園嘅 Facebook 就見到春日盟遊指南，呢幅地圖就講晒整個樂園嘅春季活動唔同嘅位置，等大家可以好好享受整個春季活動。過咗正門閘口，喺小鎮大街火車站前面就見到呢一個春季限定嘅花圃 Duffy 花圃，又變咗做 Duffy Land啦。入咗樂園之後，大家可以喺唔同嘅表演同埋 Duffy Playhouse 都可以見到佢哋。上一集咧都已經有介紹過啦，今集就唔重複啦。大家又中唔中意佢今年呢一套水手造型啊？不妨留言講講。到咗4月30號，仲有一個限定表演 Stella Lou 夢想起舞吧，就係樂園同香港芭蕾舞團合作嘅表演。停咗一年呢，今年再度回歸啊！由4月30至5月31日喺迪士尼故事劇場，即係平時魔法書房嗰個位置演出，每日限定幾場。各位 Stella Lou fans 今年就唔好錯過。Duffy 與好友毛公仔可愛座上年推出之後反應非常之熱烈，所以今年春季再次回歸，不但止仲會加開咗幾個打卡位啊！就咁講可能大家會覺得悶啊，俾少少片段俾大家睇睇先。今年春季活動其實又唔係完全冇新嘢喎。喺3月21至4月2日喺幻想世界嘅夢想花園就舉辦會員限定嘅專享見面會，各位會員一定要喺個 app 度領取等候卡先至可以入場㗎，仲可以見到 Duffy 同米奇同場出現，或者 Shirley May 同米妮一齊，呢個機會非常之難得。活動去到4月2號，各位會員記得唔好錯過。另外又推出咗 Duffy 與好友同盟遊快樂遊歷報章套裝俾各位會員嘅，等大家可以整個春季活動期間都會入園。由3月20到6月7日唔同期間入園，再加埋有指定消費，就係消費滿150蚊就可以換領快樂遊歷報章一個。唔同階段有唔同嘅朋友仔出現，例如頭階段就有 Shirley May 同 Gelatoni， 仲有 Duffy、Olumel、Lina Bell 同有 Stella Lou 同 Cookie Ann。5月中就會有隱藏款添，唔知可唔可以吸引到各位會員多啲入園消費呢？不妨大家傾傾。喺樂園嘅餐廳消費滿150蚊都可以視為合資格消費㗎。今次又介紹一款春日限定美食。我哋嚟到美國小鎮大街呢度見到唔少朋友喺度影相打卡，附近亦都有商店閒逛。不過我哋嘅目標係呢一間大街雪糕店，上年呢啲其實都嚟過㗎啦。嚟得大街雪糕店當然係嚟食雪糕啦。今年又有春季限定雪糕想介紹俾大家。
就係呢款 Duffy 與好友雪糕巴菲，70蚊一個，只有大街雪糕店呢度先至揾得到。呢個雪糕巴菲收70蚊一個，唔單止可以用嚟影相打卡，食落去仲好有內涵㗎。呢個雪糕巴菲有齊朱古力軟雪糕，旁邊仲有2塊朱古力脆片，裡面仲有迷你糯米糍同埋迷你雞蛋仔。一個雪糕有齊多重口感，都相當之好。底下仲有 Duffy and Friends 嘅裝飾添，係咪好靚呢？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去試試啊！今年度嘅迪士尼服務週年答謝慶典喺3月11號就隆重舉行。雖然之前就其實冇太多宣傳啊，不過喺活動日同活動後喺官方社交平台亦都分享返當日嘅活動片段。當日嘅節目非常豐富，而且當日非常熱鬧啊！活動由下晝開始，一直到去晚上。首先下午巡遊亦都有20週年演藝人員巡禮、紅地毯派對。仲有完美20快樂新神表演，仲有最後嘅奇妙夜空星光慶典無人機表演。相信各位獲邀參加嘅朋友，當晚一定係非常難忘嘅晚上。而且佢哋仲見到一啲平時好少出現嘅角色 character， 當晚亦都有神秘現身啊！即係例如富貴貓佢哋啦、蟲蟲特工隊等等。呢度有返當日活動嘅片段同大家分享。又係時候講下4月份票價資料。4月初先有清明節同復活節假期，連續5日長假，內地台灣都係放3至4日長假期，相信到時人流咧都有唔少嘅，所以嗰幾日咧都會實行第3級票價，即係849蚊。學生嗰排都會放假啦，所以都會有見到第2級票價喺平日出現。而第1級票價咧，將會喺4月中下旬咧就會比較多，主要集中係逢星期2、3、4，而5、6日1主要都會係第2級票價。如果大家想假期期間入園，就記得睇清楚門票等級同埋提早買飛預約入場啦。上集我哋都有講過，港人門票優惠真係好多，所以呢個門票級別日曆咧，可能只係要適合遊客多啲。各位會員請注意啦，4月份金卡銀卡係有不適用日子嘅。先講金卡，4月4號、5號就唔可以直接用金卡入場。如果想喺嗰2日入園玩，就要另外買飛。而銀卡嘅朋友不適用日子咧就橫跨整個復活假期，由4月3至4月7號，同埋所有星期6日都係唔可以入場。各位會員就記得留意啦。會員嘅優惠係點知咁少啦？呢度仲有其他最新優惠喎。嚟緊4月 Chip and Dale 仲會灰熊山谷現身，當然有限定精品去迎接呢一個特別嘅時刻。仲有呢款988蚊就可以喺3間酒店食足3餐，呢個都係前所未有優惠。
上個月嘅情報就同大家講，樂園有幾個設施就暫停開放啦。咁最近呢，小鎮大街一帶呢，有唔少商店呢都做緊工程嘅，等我帶大家睇睇。比斯嘅最新動畫電影《理想騎兵》就喺3月份上映咗啦，反應非常之好啊！港澳票房咧已經衝破2000萬啦，除咗港澳地區之外，全世界票房都非常之勁，已經累積衝破1億美金啦！相信過埋復活節之後，票房一定再有得上升。不過佢有強勁嘅對手，《摩安娜魔海奇緣》真人版將會喺7月喺戲院上映。緊接反斗奇兵5嘅檔期，唔知今次真人版票房成績又點呢？巴黎迪士尼影城正式改名做巴黎迪士尼冒險世界，並於3月29號開放全新園區，係咪好熟口面呢？其實就係同香港一樣嘅 World of Frozen 魔雪奇緣世界，同樣都係起咗個達德爾王國，裡面嘅遊樂設施暫時只有魔雪奇幻之旅一個嘅啫。雖然就冇雪橇，但係同香港一樣，你都會見到摩士，仲會見到小白現身同大家見面添。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個湖，香港呢一個湖呢，係同樣見到有船停泊，不過啲船就唔會喐。而巴黎呢一個呢，不單止會喐，仲會有表演添。最後嚟到上海，上海迪士尼10週年慶典活動就已經喺3月20號正式展開。官方亦都發布唔少相片，包括呢一個就係喺巡遊裏面新增嘅友誼號，有齊 Duffy 同成班好朋友啊，為樂園巡遊打頭陣。更加多資訊呢，就留意下個月嘅情報啦。今集嘅情報就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嘅介紹，同埋記得 follow 翻我嘅 IG 同埋訂閱翻我哋呢個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㗎啦。